美国有8项对台军售案，总金额大约是3500亿台票，但係進行通知國會聽書，有機會1個月後生效。屏東縣政府月初發公文，予學校建議老師佇咧學校時陣，手機愛關機，限制錄影甲翕相，引起老師和家長反彈。台中太平有建案破壞水溝啊，即水管佫漏水，引起里長和附近居民的抗議，市政府要求因限期改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12月18日 AM 新聞，我是嘉豪。講到這台海情勢當咧緊張，美國繼續協助台灣加強自我防衛能力。即國防部今日表示講，美國政府針對着 M109A7 自走炮，也個海馬斯導彈火箭、標槍飛彈等等，總共有8項對台軍售案。總金額是美金111億540萬，換做台票大約是3500億，進行通知國會聽書，有機會佇咧1個月後來生效。也那專家是認為講，這個軍售案呢會當提升咱國軍的戰力。美國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川普第2任期2屆宣布對台軍售。國防部講，美國政府針對包括 M109A7 自走炮在內，計共8項，總額111億540萬美金，差不多3500億台票的對台軍售案，進行知會國會聽書，有機會1個月了後正式生效。總統府表達感謝，顯示美國對台灣國防需求的重視。持續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並快速建立強韌嚇阻戰力，發揮不對稱作戰優勢。是維持區域和平穩定的基礎。國防部對美方的決定表達誠摯的感謝。不管是國會端，或者是美國川普政府，正用具體的行動證明台灣的重要，也用具體的行動打破了以美論。第一個，我們買不到我們想要的比較先進的武器；第二個，我們是不是多買了？這是從2001年小布希總統以來，美國對台灣規模上大的軍售案。包括美軍現役的 M109A7 自走炮、海馬斯導彈火箭、甲上千粒的標槍飛彈、拖燒2比飛彈，還有 OTS 無人機，嘛納入台灣戰術網絡部隊各地應用套件，也就是 TAK。另外，後勤維保部分有超級目鏡抓直升機零附件，汽車飛彈會當維修。專家分析，軍售的項目涵蓋源頭打擊到研發防衛，對陸軍戰略範圍完整有幫助。那美國呢，也是透過這一次的軍售開始呢大量幫台灣囤積反戰車飛彈跟這些無人機，因為自殺式的無人機跟反戰車飛彈目前台灣不具備生產的能力。唔那甲先進武器裝備賣予台灣，美國聯邦參議院通過國防授權法案，授權美軍持續訓練台灣，嘛要求各個大學甲台灣建立聯合計劃，部署無人系統甲反無人系統。台灣軍工產業大公司漢翔，這幾年積極投入無人機的領域，嘛講法案通過會帶來正面的影響。無人機跟現在已經發展無人機反制系統，盡量跟其他友邦、跟其他友好的國家公司來做推銷，那也都獲得很正面的回應。周建平表示，配合政府的政策，無人機甲反制系統已經列作是漢翔未來發展的重點。除了協助國內廠商量產，嘛開始自主研發，打造無人機的生態系。記者綜合報道。講到中共這幾年是一直咧滲透咱的國軍，這幾年呢是有真濟官兵講要效忠中共，也出現真濟間諜，嚴重影響到咱的國安。為了要防止這款的問題，國防部推動陸海空軍憲法修法，今仔日佇咧行政院會通過修正草案，若是現役軍人無正職任來投降，上重會當判到10年。遏止現役軍人對敵人為效忠之表示。修正重點第一個部分。主要是在於現役軍人不盡其應盡職責而降敵之行為，違反保衛國家安全之忠誠義務，應加重處罰以符罪行相當的原則。我們將原來的法定刑由1年以上7年以上7年以下，提高到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屆修法也新增加用言語、機動文字、圖畫、電子記錄、科技方法等方式對敵人效忠，通判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國防部表示，透過修法來強化着假警的力頭，防止敵對勢力來滲透台灣。
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在违法行政院长杜英泰无被复述，那总统赖清德也无被公布，引起关注。立法院的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2项临时提案，谴责潘明安，也要邀请这监察院来解弹劾。另外呢，这吴国昌也呛讲呢，要来弹劾赖总统。不过呢，这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讲，无人会当独裁，只要有任何宪政机制通好应用，伊拢愿意来面对。这赖总统也呼吁调查，或者再违法，搁再来讨论。立法院三读通过再违法，行政院长杜英泰决定唔复述，总统赖清德唔公布，引起南北不满。罗总统10日去台南主持城台沙仑病院动土，伊讲希望调查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会当搁一届讨论再违法。立法委员不分党派都能够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议，财政收支划分法也能够再次进行讨论，更合理的分配，让地方财政能够更加自主。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甲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等人列席备询。不过潘明安无出席，调委洪晓玲大力谴责，批评潘明安渎职，表示国会在野指控赖政府创下宪政的恶例，所以联手通过2项临时提案，包括谴责潘明安，甲签名邀请监察院弹劾杜英泰。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宪法给总统、给行政院长如此大的权力，大到践踏国会的立法权，大到自己扮演大法官的角色？行政院引用第宪法37条的规定，启动我们的权利，真正的目的是要所有的议题都回到宪政的机制里面谈。针对南北提出弹劾，杜英泰讲，在野的行动证明维持宪政机关运作的必要性，只要有任何宪政机制会当应用，伊拢愿意面对。也若国民党罗志强口说虚着力是赖总统的偶像，张顺涵要求爱随改正，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委员，请你更正希特勒是赖总统偶像的事，这里是国会殿堂，不要讲这种你自己的臆测，也是这种抹黑的臆测，就是事实。调查强度加悬，吴国昌表示，所得来会伫议会提出对赖总统的弹劾案，到时总统依法必须爱列席。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新竹市长高虹安助理费案件2审撤销，谈有罪以假造文书罪判刑6个月。那高虹安今日早起复职登去市政府上班，外界也关心讲，这高虹安明年敢会来争取市长连任呢？国民党是表示讲现任优先，新竹市长一定会让予民众党，因未推派人选。高虹安一落车，就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民众大声喊加油，市府团队也排队欢迎市长返来。秘书长佮特别送花热情小揽，拜时透早高虹安正式复职，当然新竹市政府上班。伊讲伊今日的心情特别激动。谢谢大家，我回来了。很激动的是因为。我终于在经过了1年多的风风雨雨的时光之后，我终于可以走进来我最热爱也最牵挂的市政府，看到大家。那我最沉稳的也是因为在经历过这么多的低谷以及人生中的逆境，我现在也比我人生中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了解责任的重要性。高虹安讲，过去停职这段时间，人生就亲像暂停同款，也足感谢这段时间朋友甲厝内人的支持。是对于我一个人生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漫长的像是过了一个世代一样。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外面表现出来的脆弱，是我的家人们一边要担心我，但是一边又要撑住我、接住我这一些不安的情绪，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家人。高虹安表示，复职了后也检视目前所有的市政证件完成的进度，也希望市府团队大家继续为新竹市打拼。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
屏东县政府12月初发公文，予县内学校建议老师伫咧学校时阵手机就要关机，限制翕相甲录影，说予老师和家长真反弹。教师团体就质疑讲，这县政府拢无先和老师甲家长沟通，就直接发公文啊！那县政府的教育处是强调讲，这只是参考尔。就是这份公文，屏东县政府发函予屏东县内200多间高中以下学校。公文内容写着，教职员工伫校园使用行动载具，除了结合引导和紧急联络以外，拢以关手机为原则，甚至佫讲，若要使用手机翕相录影，要先经过家长同意。听到这种要求，有的家长拢感觉无合理。因为现在手机对每个人的需求很大，那老师如果他连这个手机的自主权都没有的话，对老师也不太好。这样老师在学校关机真的很荒谬又不是在军营，而且现在不管是老师跟学校的内部的通知，或者是家长跟老师的联系，都要用赖群比较及时，而且只要老师上课关静音就好了啊。身为家长，我很感谢老师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为孩子拍照。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讲，针对屏东县政府的要求，有袂少老师表示不满。全教产嘛质疑，老师予人要求关机，但是下班了后却需要24小时待命，严重侵害到老师的劳动权益。而且县府拢无先参教育团体讨论，就直接发公文，做法无妥当。有兼任行政的，或者是有特殊生在班上的，我们都是要随时携带手机。老师在学校关机，那他回家要开机吗？有需要接家长的电话吗？还有各种评鉴、校务评鉴、特教评鉴，都需要大量的照片。请问这些每一张都要经过家长同意吗？县府也提醒老师没有未经同意的这个学生的影像就不要随意拍摄跟外流以符合整个个资法跟肖像权的规范。对此，县府教育处回应，因是按照教育部的使用原则，提供学校订定管理规范的参考，适用对象有老师甲学生，唔是只有针对老师。教育处嘛强调，实际规则是需要讨论了后，经由校务会议通过才会实施，是希望校园使用手机有一个规范，避免争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教育部公告修正高中以下校园行动通讯用品的使用原则草案，本地今年9月呢，这新学期就要来施行啊。煞有学生团体反弹，教育部是继续来收集各界意见，先方案到当时无公告。就教育团体和学生团体早起就呼吁教育部赶紧提出办法，后学期就让来施行。行动载具要管理，不是惩罚，是辅导。教育团体和三大党的立委大声呼吁教育部，针对学生3C的管理原则，就要赶紧伫114学年第2学期提出通施行的办法。教育部伫咧5月有提出草案，不过针对手机集中管理的议题引起讨论了后，就无过进一步的修正。有学生团体呼吁教育部就要了解，实际上伫咧学校3C用品已经是学习工具的一部分。学生也普遍的回馈说，行动载具有助于他们及时查询资料、整理笔记，或者是拍摄板书等等记录学习历程。其实，在老师的指引底下，运用 AI 工具来辅助理解课程内容，已经是现在校园当中的进行式。另外，教育团体认为，目前公告的使用原则，应当提升到法律位阶，定出明确的办法执行管理和义务，学校才有一定的标准和管理通有效管理。也那家长团体是指出，3C管理嘛是教育和亲子议题真重要的一部分，呼吁教育部建立家庭的救助管道和教育工具，协助家庭处理3C自律管理引起的亲子冲突。孩子在家里有可能他上网或者是游戏玩到半夜2、3点，然后第2天回到学校之后，他可能精神涣散，然后作业空白。因为有这样明确的法源之后呢，学校里面才有办法把他的办法制定出来。大家忙于经济，说实在话，我们也是长期会忽略孩子的需要，我们就很希望说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我们不只是我们家长也是很需要教育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年代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民间团体呼吁教育部校园的3C使用管理，不是要禁唔禁，才简单尔。希望学生通建立具体的所谓观念教育，强化校内辅导流程和老师培训，嘛要提供家庭的资源。三党的立委嘛拢出面支持，表示会继续要求教育部针对校园的3C管理，赶紧提出通施行的修正版本。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
来看到台中的太平有一栋长咧起的厝呢，去互附近的居民也有里长指控，讲施工的过程破坏排水沟带的降过漏水，造成损害。厝主表示讲，这是某一间公司的员工宿舍，以后会甲伊征收好势。若市政府也要求讲，造成损害的部分，就要限期改善。这栋白色新起的大楼门口的排水沟中心的施工，地下管线水一直流出来，下底已经积水。这栋大楼伫台中市太平区中边高街内底，当地民众甲里长指控讲，车路的沟仔去互工程破坏，漏水恐惊会造成地层下陷。原底是5楼的主体所起到8楼，甚至附近徛过的壁甲杂货坪，拢因为安尼受损，受到真大的争议。那个玻璃弄破了，到现在还没有给人家补修回去。啊，你想想看，你要拖多久？人家也要过年，也要整修。咱的前侧沟哦，以及咱后壁面哦，迄个叫做水利排水沟哦，2个所在拢漏水非常严重。原本挂是挂起5楼，但是咱即摆现场所看的几层楼，真的有的讲算8楼，有的算9楼。根据台中市都发局的资料，这个建筑物土地面积是299平方公尺，建比率是39%，是5层楼的电梯主体。厝主出面表示，土地建物是一间精密工业公司所有，要做员工宿舍。针对水沟仔受损、管线漏水、零损的部分，拢会负责到底。不过5楼以上是电梯机房，并不是违章建筑。水沟溢水再下去这部分，我们会同我们的董事长来做评估，是不是要我们重做来做整体的连接，用混凝土来加强凝固，这是我们做得到的。甚至前面那边也有瑕疵，我们一并做处理。台中市府表示，5楼以上的部分并无违法，不过水沟仔甲地下管线施工并无申请，后续会要求复原，垃圾水漏水会要求限期改善，后续才会发使用的执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三明区这建国路和中华路路口，竟发生一桩死亡车祸。一个74岁姓潘的妇人人，伫这个路段呢，竟然轿车三正向弄到一台奥多拜。这奥多拜呢是小载母仔囝，一个妈妈送病院进前，拢无意识啊，落尾也是救无回来。潘女疑似不明原因行驶至对向车道，与丁女发生碰撞，并波及停放在路边停车格内之自小客车，初步噪音研判为潘女未依规定驶入来车道，详细责任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警方表示，死者是53岁姓丁的妇人人，后生意识清楚，有送病院治疗。这场车祸也去扫到停伫路边一台轿车驾驶周측陈实玲，目前仍依照过失致死罪嫌上班。根据了解，这轿车驾驶的驾照是明年7月才过期，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进前伫台南有一个查某警察伫路里互人用斧头攻击，虽然有用这无线电讨救兵，不过迄个时阵却是无适合的。警方表示讲，台南市区尚无超过400台是收袂到信号的。若市警察局是强调讲，明年会增加设备来改善这通讯问题。但这日前传出一个查某警察伫街仔路，互人用斧头要甲攻击的案件，伊当时有叫支援无线电线无信号，引起第一线警察对新型所谓警用无线电有质疑。今年警政署才全面换装新型无线电，未少基层反映，但市区内外尚无有400瓦达，信号有死角，即琴日去大楼听袂到声音，烦恼伫紧急的时阵未赴叫支援，3、4层左右。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屏蔽的作用，被屏蔽掉就发不出去，然后或者是说到住宅区，那种社会住宅区很多墙那种也会被屏蔽掉。有盲区的时候，你就调整频道旋钮，把它频道到我们现在设置的那个机动转播这个频道。那楼上有设置机动转播网，那这台无线就可以使用。作为警用无线电替换计划是警政署下，台南实施第3期。目前全市有9座固定式的转送台，市区干那2座尔。另外部分地下空间加装双向扩大器，不过室内涵盖率有限不够。后经过强调，相关参数甲设备已经持续在调整啊。过渡的期间是会设置机动转播站，那目前有设置在归仁跟一分局东区这边呢，这边有设一个机动转播站。那预计呢这边会在东区呢再增加一部，另外在
安南地区呢也有在预计要再设置1部。第一线的警察们绝对不是这个设备的白老鼠吧？我要求警察局改善，也不是讲，我要求他们要让所有的基层警员可以秘密的针对这个设备的改善来做一个回馈。并在批评新的系统犹原看不到达到按算的效果，中央开真侪经费刷好第一线提性命来试，要求警察局爱重视基层的使用经验。警察局回应已经向警政署要求，一个分局一个转送台，按算明年1月会先增设5座转送台，唔望信号无好的毛病通赶紧改掉。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光蓝色的帽子，那是圆那稀蓝，啊个目睭靠一脸红色的，顶骹只啊个长尾溜拢白色的。这是台湾特有种二级保育类动物红卡，即马煞互人看到死伫人行道边，现场看到的人讲实在伤寒，哪有可能会死伫遮？因为我的认知，我觉得蓝腹鹇不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海拔跟这个地方，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很市中心，但是它其实看起来是算完整的，它就躺在路边，已经是死亡的状态。鸟类专家讲，红卡生态地大部分伫中继海拔看叶林，也是站林内，间隔线悬，行路轻卡，咱较歹看会到。2级保育类动物蓝腹鹇主要的栖地呢，就在300公尺到2300公尺中低海拔的山区，如今呢，却在新北市区秀朗桥下被发现路杀，引发讨论。很多空间，譬如说我们吃到了河道，就是河道现在变成油气的空间，然后我们很多的交通设施，像是环快道路啊，或者是阳光公园，它其实越来越吃到山边了。所以其实山边的这些绿带，确实有些地方是被破坏的。鸟类专家提醒，生态地互人破坏，即阵啊都市真接野生动物的活动引起冲突，相关建设的必要性值得搁思考。目前红卡已经互人送去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究人员会确认个案状况了后，持续算入大数据统计，了解物种的变化。如果是被车子撞到，通常会有一些伤口，它可能会流血，或者是会有一些骨折的现象。但这一只初步的判断其实是都没有上述的情况。有一个可能性是它可能受到惊吓之后飞起来去撞到玻璃。专家嘛提醒，若是拄到动物死伫路的，也会当用随身的物品辅助，确认动物是毋是死亡，才联络地方市民专线甲农业单位辅助，相关单位会持续收集资讯，以利生态长远的发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央银行今仔日举行第4季理监事会，依期利率无要改变。若讲到这房市信用管制措施呢，也无放量，不过会予银行有春救的空间。明年开始呢，这银行不动产贷款总量会登到银行内部管控，逐个月就要送资料给央行。政策利率维持不变。央行第4季理监事会28举行，考虑到明年国内通货膨胀可能愈温和，持续比2%搁较低，含预期明年国内经济共款稳健成长3.67%等因素，利率的政策维持不变。我们经济成长也是应该说算是不错了，明年的通膨的展望都还好，所以维持现在的利率水准呢是应该是可以的。面对第7波信用管制上路了后，房市的交易量是规个落落来。央行总裁尤金良强调讲，理事长认为讲虽然有看到成效，但是佫无够满意，认为讲信用管制佫要持续。目前的做法，不管是放宽信用管制，还是互银行加一寡春秋。明年开始，银行不动产贷款的总量免达规定目标，是等待各银行内部控管。逐个月嘛是要向央行报送相关资料，央行嘛会持续专案精检。他错了，不，错只有1个月，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1个月比以前的3个月都还来得及。透过我们1个月，还有就专案精简的情况呢，我认为就是说银行呢应该还是要follow我们的一个政策。我们要给市场的一个 message 呢，是认为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对选择性信用管制呢，我们是没有松绑的。尤金良中心希望房市是平稳减速，不是一个剧烈调整。不过对新青案上路了后，房市交易的热度提悬，伊嘛老实讲，这对央行来讲大概是正悬。另外，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央行这摆预计是3.67%，比国内国预测机构悬真济。对台湾明年的 CPI 和核心 CPI 年增率预测是1.63%。另外，美国联准会若明年启动降利息，台湾敢会去对含对汇率的影响？尤金良安尼回应：汇率
是因为你的顺差那么高，你的汇率一定是会升值，这个预期呢，不见得是对的。尤金龙点出未来央行嘛是持续滚动检讨信用管制的实施成效，新台票的汇率原则上嘛是外汇市场来决定，除非汇率过度波动，还是实时变动，央行会维持外汇市场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人口老化和少子化，这劳保负担是正重。就立委提出修法，希望政府编预算来拨补这劳保基金，政府也就要负担最后的责任。目前这个草案是初审通过。上千万人投保的劳保，即马人口老化甲少子化的趋势之下，未来领给付的劳工变多，纳保费的人减少，恐惊劳保债务的负担会愈来愈沉重。早起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审查要40个劳保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案，要让政府拨补预算加入劳保基金的做法法制化，让劳动部未来在争取预算时更有所依据，也是代表政府对劳工的承诺。希望劳保制度能够在跨世代的劳工信任下能够永续。除了要让政府未来依法每一年编预算拨补，嘛有立委认为讲财源除了政府的预算还无够，希望增加多元的来源。国安基金的获利的部分呢，我们也曾经有提到说，是不是要提出修法的方式，这个部分也可以列入整个劳保这个未来拨补的这个预算的来源。另外，也要甲政府最终支付责任入法，也就是讲，无论发生什么情形，拢要由政府来负上尾责任。国民党立委陈前辉表示，全面支持保障劳工的做法，不过不满有人挑工要制造社会对立，嘛反驳拿白干那顾公务人员的权利，无顾劳工的讲法。非常严正的驳斥这种说法，并且向全国人民报告，这完全是恶意的曲解。我们的主张从来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照顾全部民众的福祉。劳动部长洪新涵伫咧会前受访的时阵讲，为蔡政府到大政府已经规划超过5000亿来做劳保的拨补，代表政府负责的态度甲立场。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争取拨补的预算但同时我们也很希望朝野能够共同维护中央政府的财政的能力跟体制。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表示，拨补劳保债务甲最终支付责任入法，一直拢有高度的社会共识。不过，无希望未来债务的负担若是变较重，政府用台年金甲降价给付的方式来处理，好有即个修法应该明文规定，卖降价给付。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仔呢，总统热情就建议放连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互女性会当安心上班。就体育团体批评讲，开放外籍移工，若无法度解决体育问题，颠倒会害女性失业，影响到教保人员，也佫有领保的工作权。开放外佣不是解方，友善职场才是王道。体育团体劳工联盟和家长团体提离卡抗议，因不满政府伫咧今年9月份提出一个家庭会当请一位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有家长认为，这寡移工无妊母的证照，语言嘛袂通，无适合照顾幼囡仔。小朋友在1到3岁是发展期，但他们发育未完全下，又开放外籍的移工进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造成他们的认知混乱？政府会想要开放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主要是想要照顾女性的工作权益。不过对民团来讲，这颠倒会造成真侪妊母和教保员失业。幼托照顾的现场其实是一个高度以女性为主的就业职场，那也是目前台湾中高龄妇女主要的一个就业市场之一。赖清德政府在放宽这样的政策，其实会冲击到就是幼托机构的招生。那也会牺牲很多女性的就业机会。劳团嘛以移工的角度去思考，认为移工24点钟住伫咧雇主厝里，有可能会互人叫去亲厝内照顾时大，该照顾囡仔，无形中地增加愈来愈侪工课。加上现实的问题是，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无钱去赊一间房间，互外籍劳工住。聘请外籍帮佣，他除了每个月的薪资之外，还要去缴交就业安定费，然后提供住宿空间挑战。这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你拥有的居住空间、租屋族，或是你拥有的薪资条件来说，根本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托育联盟也做一份调查，发现妇女需要的托育政策前3名分别是优先一场，就是托育安全和扩大公托资源。开放月子2天到3天带囡仔是吊车尾，呼吁政府去思考什么款的改革，才会当真正帮助到妇女。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早起6点外时阵呢，有民众去甲家人的机关通报，讲这暖气拢是泡。台水公司呢，随停止抽家人喝的水。环保局呢到现场初步检测是无检到重金属，然后环保局也建议这水公司会当换一个所在抽水，确保用水安全。这也是暖暖溪呢基隆河的支流，现在可以看到河面上已经布设了一条拦油索，水质看起来也相当干净。不过呢，在早上6点半左右，有民众通报河面是布满了泡沫，规个河面拢斜坡，有几落10公尺长，那亲像规大片石嵌伫河面。透早6点半接到民众通报，H 议员连运电随赶到现场，伊讲11月27油污染事件都无过偌久，竟然还佫有人敢伫短时间内排放污染。事情在风头上面，那怎么有人这么白目啊？粉碎水库的水还没有能够来之前，那我们这个上游的部分更要加强来取缔。初步研判，这泡是为河水排水管出来，连议员都讲这毋是头一届。环保局校定了后，随有查有数，研判泡是为暖家汇集的生活垃圾水排出来。初步检测水质无油污染，嘛无重金属，不过确实污染源还佫伫调查。是不是社区的消防设备坏掉，还是说洗车业？但是我们沿线稽查目前都没有发生这个状况，现在还在查。北斗抽水站外下晡看到水闸门凊悬，互家人河水排到水尾。台水公司讲，知影有污染，遂停止为家人河出水，改由新山水库供水。目前检测水质拢伫正常的范围。目前是供水是安全的，我们抽水站附近的这个水池先做检验采样的检验。那如果符合这个水源水质标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才会继续来抽取基隆河的水源。这届污染地点离抽水站更较近，敢若1.3公里，确实污染成分。环保局表示，爱阁进一步检验。面对污染这么多，环保局认为时代变化，家人河即马流经过人口正密的所在，也阁有工厂区，建请水公司评估改换出水口的所在，确保用水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讲到这未来一礼拜呢，会有3阵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到时呢，这天气会黏咪寒、黏咪热，尤其是拜5、拜6受到南方风系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愈暗雨势愈大。台北乌阴淡冷的天气，敢若随时会落雨。气象署指出，受到南方云系影响，各地云拢真高。拜5、拜6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雨会真大。气象署预估这波水汽爱落到礼拜才会渐渐离开，到时中南部就会恢复好天。不过北部、东半部会继续落到后礼拜1。明天的话，预计在随着时间越晚的话，这个西半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越来越提高，而且下雨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到了周6的话，西半部的雨会慢慢的停下来。那到了周日之后的话，就会恢复成比较东北季风型的降雨形态。那周日这一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大台北地区跟宜兰地区还是会有些短暂的降雨。气象署也提醒，未来会有2波东北季风影响台湾。第一波就是礼拜到后礼拜1，再来就是后礼拜3。到时温度会更较冷，有可能达到冷气团的级数。周日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而持续影响到周1，所以从周日到周1的话，在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也会再度下降。周3跟周4的话，第2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所以到时候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再度的转凉。另外，气象署也提醒，这个拜6因为水汽有高，加上温度较低，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或者是结冰，民众若要去山顶，爱注意安全。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真侪地号名拢爱尊重在地人的讲法咯。这高雄捷运甲高雄市的公车顶一站呢，甲这台语的站名登录音，所有民众反映讲有几落大地号名拢读唔对啊。目前捷运公司和客运业者也拢赶紧改善。后一站后山。
在温狗站用华语、台语、客语奉上站名，听起来无啥问题。不过顶一站民众坐军群体，所听到车顶奉上，甲红山念作红山，顶山念作顶山，好袂少在地人愈听愈介叫。香港在环境有台语老师建议，台语的语调念法变化侪，不过亲像地方名的部分，也是爱尊重在地念法较妥当。台语较特别，伊各有所谓的文言音甲白话音，所以有时阵，你讲一定有啥物原则吼？歹势，我甲你讲，真正无迄落原则。毋过有时阵吼，咱咧讲地号名嘛会阁牵涉着讲历史的进展。那在温甲轻铁的台语站名，国民众掠包，高雄市区公车三名加上站也变做三名加上。其实国际公司甲高雄市公车联管会是顶一站才小煞甲台语的站名登录，想要到发音拢有错误。在温的部分17透明已经修正，即卖大家听到的放送拢是正确的。国际表示，进前因登录音，有个请监察院推荐的专家学者指导，针对大家建议，因会诚心接受，检讨改进。高捷公司近期会阁请咱专家重新阁检视一遍，如果含在地发音有所出入的，会改做以在地发音为主。是在今年初才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暑假期间才开始进行的暂播的录音才刚转给业者。其实监察院对去年开始要求相关机关爱甲大众运输的站名放送改革较在地化的。虽然高捷甲市公车伫这过程中有出现重大，不过民众环境因嘛随改，展现对在地民众甲台语文的尊重。记者柯家朱教用郭永昌报道。台湾头一个家己制作的光学遥测卫星星系，福卫8号头一个卫星呢，11月29已经发射成功。国科会今仔日伫咧立法院报告指出讲，这批粒卫星按算1个月内调整状况，3个月后就当接受影像啊。福卫8号第一粒的卫星，这批粒卫星11月29正式升空，向第5国太空自主能力进入全新的阶段。立委万美玲讲，国科会预计卫星3个月了后会正式开始翕相。2017年福卫升空了后，捌发生过翕无清楚的状况，这要安怎来改善呢？导致所有拍出来的东西的影像是模糊，没有办法辨识的。其实我们现在就开始在测试了，我们是希望3个月的时候是真的就是一个解析度很高，小于1米的影像可以出来。太空中心讲有记到进前的经验，即马也搁咧调整，才会甲时间抓3个月。立委瓜子阮讲，中国自地遥测卫星伫2015年发射了后，已经累积141粒伫咧天顶飞。中国官媒搁讲，吉林1号每一档会使伫全球每一搭翕到38届。咱的福卫敢有法度翕了比人更加清楚。吴成文主委曾经说过，我们福卫8号可以从现在解释度1公尺挑战0.7，甚至到0.5，甚至还有可能到0.3。对，要逐步。对，但是呢，问题是你逐步0.5这一颗高解析度的卫星，可能要到2028。立委陈秀宝是关心韩国的世界核火箭会这么强，是因为迄是因家己制造、家己研发，嘛是民间主导的。台湾伫这方面要安怎加强呢？世界号之所以会引起瞩目，主要是因为世界号是南韩自行制造、自行研发的火箭之外呢，也是首由民间企业来主导。总共花了20年的时间，大概我们统计过，他花了上千亿台币的经费，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那我们当然要想办法急起直追AI 产业愈来愈旺，调野立委嘛讲，爱提早来布局，和 AI 资料中心上太空。太空中心表示，和福卫做伙升空的5粒台湾自地立方卫星，其中1粒是民间公司已经有放 GPU， 会使来评估 GPU 敢会使伫太空使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交通大队开发出一套智慧辨识隔离系统，利用 AI 找出轿车为着要让这救护车先行，所造成违规，会甲因主动取消罚单。警方表示，讲会先伫咧左营一间灵雅这2个所在路口置办，若种效果袂歹，会扩大办理。高雄市中正路甲附近路口救护车一直呼呼叫，不过头前的车无人要让，就安尼踢伫咧车阵内底。敢若是因规灯着红灯，佮加上路口有科技执法，大家惊风法唔敢让。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的统计，113年甲114年，民众因为让救护车互开红单去申诉的案件，分别有23件甲13件。民众讲，赛车当着救护车，虽然有时卖惊风法，不过伊也是会让。这是基本的观念吧。那会怕就是因为礼让救护车被开红单吗？
不会啊，因为那个红单应该可以去申诉吧。让救护车煞红开红单会当申诉，不过民众家己爱提供影片，也是救护车车牌号码违规时间。若无警方嘛协助查证，这上无爱开正10天去处理，嘛爱顾人力的资源。对民众甲环境来讲，拢是废气废đất。高雄市交通大队对12月中开始，就先选伫苓雅区甲左营区2个科技职权的路口，透过 AI 智慧来主动辨识规律，对源头直接甲违规来取消。推沙个单已经成功处理出件。如果救护车有闯红灯的情形之下，那它会自动截取前后有因为避让救护车而违规的车辆，回传到我们的主机后端之后我们远警会再进行审核，予以剔除。警方表示，高雄市到11月底为止，拢总有107个科技执法路口，这套 AI 智慧辨识规律是全国首创。若是先考考，未来扩大到病院周边，甚至是全市的科技执法路口。而且除了救护车以外，也有可能会增加消防车等等的特殊车种。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2026年的台湾灯会伫咧嘉义县举办，民众有人讲，即马有人利用这个灯会伫网络顶头找工作人员。县政府是回应讲，灯会确实是需要人来斗3工，不过呢，若准有这工作机会会铺伫咧官方网站，绝对袂透过其他的口罩来找人，互民众唔通去互骗去啊。网络社群平台顶面拢是2026台湾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发文，一天有2000到4000外口的薪水通领。被应征的人爱用网络报名，提供身份证也是银行的校号等等的资料。即马嘉义县政府出面澄清讲，这拢是假的消息。因为这个一天时薪其实算高啊，对。然后他排版文字都写得非常详细，跟真的一样。嘛是爱去查看卖讲，这敢是真的搁来去网络顶面去问人啊，哎呀，唔通讲来看到钱就讲好，我就要来但是这足侪拢有迄个诈骗的可能。嘉义县政府顶礼拜初8才公布2026台湾灯会活动主题，伫网络社群的平台顶面就开始有出现真侪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消息。县政府表示，灯会需要工作人员会伫官方网站来公告，会透过私人的校号来找人。有需要相关的征才活动，我们会透过2026台湾灯会的官方网站统一公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不要受骗。虽然目前也无民众报案。嘉义县政府表示，会甲警方来合作，针对伫网络用灯会名义来骗个人资料，会收集证据了后，依法来追究相关责任，呼吁民众唔通相信，嘛唔通搁转发出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彰化县火葬场的地点一直有争议。今仔日莅临丰原反对火葬场行动协会有100外的成员去到彰化地检署提告，因是指控当初办理选地点的建筑师事务所和民政处的科员假造文书。反火葬场行动协会成员来到彰化地检署按铃控告，因指控彰化县政府火葬场选地委托承办的建筑师事务所以及民政处一名承办科员涉嫌伫火化场选地评估报告乌白抹粒，丰原乡长同意兴建，违反刑法第214条，属公务员定在无实罪。他们所提供的资料，还是乡长所说的，他没有赞成。到底是谁在说谎？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来提告，让司法、让检察官可以去厘清。彰化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县府提出伫丰原乡草湖村一块9.51公顷的殡葬用地兴建，开发的面积是1.98公顷。选地公布了后，地方一直抗争。协会强调评估报告的内容，末了丰原乡长林宝玲同意配合设置，事后搁伫议会提出专案报告，顶在伫公文内面依法检举各法。林宝玲讲，尊重协会提告，家己从来毋捌公开表示支持也是反对，尊重代表会甲民意。我从来唔捌徛出来讲我反对，我嘛从来唔捌徛出来讲我赞成。态度就是爱尊重地方，尊重代表会，尊重大家多数人的意见。对就会去用这样的说，真的不止，我想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策略啦。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不予置评。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该透明、该公开的，我们会继续进行下去。
建筑师事务所也未对外回应。彰化县民政处表示，火葬场选地考虑区域环境、基地、开发规模、甲地方民意等等的因素，全县民调有7成赞成设立火葬场，而那丰原地区支持率嘛有5成，一切有数据作证，会堪去考验，对协会的提告无啥物好讲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宜兰11月做大水，就民众表示讲，因为市区的河水，还有这个垃圾水的管线路无本开，那准落大雨，常常是外口落雨，厝内面也伫咧喷水，想要改善这线路呢，就爱家己开钱来做。调民意代表呼吁县政府应该爱编预算来改善这部分。落大雨了，罗东市区的街仔路拢浸伫咧水内底。宜兰1月水灾，全县有真侪大雨受灾。有民众讲，就算外口无淹水，也可因为雨污水共讲，落大雨时阵，雨水会对污水管灌入去厝内，伫马桶冒出来。他们想要改善，结果这个公司的一些人员都敢讲，那你们要自己负责经费。国民党宜兰县议会党团10月开记者会，讲自2005年宜兰开始建设污水下水道，迄当阵是用雨水甲污水共讲的错误政策，造成原来有真侪大雨，雨若较大，雨水就对管线灌入去厝内冒出来。即嘛管线改善经费，所以民众家己出无合理，县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按年编预算。雨污水共讲，其实也影响宜兰的污水处理厂量能。像作为水资源中心，只要雨若较大，就会发生西楼排雨。县府除了扩大污水处理厂的规模，也咧调查县内雨污水共讲的数量，想办法自源头解决。那么调查完成之后，我们会按照调查的结果。再来决定未来的一个走向。县政府自今年开始做雨污水共讲的调查，全县6万6千外户的污水接管户已经调查1万6千外户，其中差不多5%的户数有雨污水共讲的问题。按算2029年进行完成所有的调查，一若要安怎处理，等调查好势了再个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册展大奖含金蝶奖今公布得奖名单，其中歌仔戏国宝杨丽花用传记形式出版的《如有神在》得到非小说类奖的肯定。也若讲到这金蝶奖是国内出版界唯一针对出版设计奖项，有13本入围，也包含着台本诗《你伫风中行来》。台湾国宝杨丽花创造台湾食饭配电视歌戏的时代，也互台湾文化圈甲世界通人知。今年国家影视厅中心规划由歌戏剧作家施如芳以传记的方式，结合上新的研究出版《如有神在》，记录杨丽花的歌戏人生和电影生涯。这本册伫咧今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得到非小说类奖的肯定。歌戏节目伫主流媒体在占到一个更世事的地位。所以后来，咱咧走找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体性时阵，歌戏才会当容易突围，变成即马目前的公认是真有代表性的一个台湾文化的代表吼。台北国际书展大奖3个奖项，总共9位得奖者，其中7月4日摕到小说类奖。小说对7句讲对日本登台湾讲起，呈现市民议题，嘛徛伫时代变化的角度来讲西方语言和文明等等。面对外界关注的自创台文用字，作者表示，伊嘛惊人会看无，所以书写策略是以台语讨论华语，希望读者看字去有意思感受台语的电影。以我的故乡为拿留下出来的小说，另外一部分就是写即马现在发生的代志，所以两边来对照来看卖讲，这段时间这么赶过去啊，是啥物物件？为我非常重视，我感觉那珍宝，即摆那都无去。18个颁奖，也佮有国内出版界唯一针对出版设计来奖的金蝶奖，来颁发金银铜3个奖。今年总共有13本出版品入围，包括一本台文诗《你伫风中行来》。入围的作品嘛，全部送到德国代表台湾参加世界上水的册设计比赛。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顶礼拜面册有出现一条军事将领发动政变，拼倒马吉洪政权的假新闻，连非洲友邦的元首拢当作是真的。马吉洪也强调讲，这是假消息，伫咧社群媒体造成危害。For now, unofficial sources are describing a coup d'etat in France led by an unidentified colonel and the possible toppling of Emmanuel Macron. La suite en direct de
Live from Paris, the situat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as you can see, supporters of the colonel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这两条分别伫初9和11出现伫面册的假新闻短影片，观众若无进一步查证，将有可能就互骗着啊！看起来敢若真的新闻特派员提有媒体标示的卖句，伫埃菲尔铁塔头前表示法国发生军事政变，伊后壁毋但有规身躯拢是武装的军人出现，空中阁有军用直升机飞过去，专业的新闻摄影想要翕，拢无一定翕会到的关键镜头，因竟然拢翕到啊！搁做现场的连线报道做甲干那真的。真的影片，无怪一个啊，就互看过1300万摆，就连非洲友邦的国家元首拢准是讲是真的，搁真烦恼，较紧用简讯去问马克宏，问讲伊即马敢有安全，敢有需要帮助。A Facebook message that said, "Dear President, what's happening in France? I'm very worried." 马克宏伫收到信息了后，一开始是感觉讲这有够含的假新闻，内容是好笑甲有趣，而且随着要求执政团队来调查，而且向面册母公司Meta来举报，要求改这明显引起动乱的假新闻落架。但得到的回复是这无违反平台的使用规范，拒绝拆掉。When we have manifestly fake news that endangers public safety through destabilization, it must be possible to take them down. 这假新闻影片就安尼继续挂伫面册。一直到17早起才封清除。马克宏前一天伫马赛参加媒体读者的座谈会时阵，特别用这个例说明严格规范所谓媒体，含有必要来禁止青少年使用社群网络的重要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和委内瑞拉外交局势是愈来愈歹。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时间10日讲，委内瑞拉几多年前呢，捌没收美国的石油资产，即马也要进行海上封锁，互因的油轮袂当出入。也若这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是无惊半人，讲会继续石油买卖，因国内也出现反美国的示威行动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今日大厅和访问的协会高层握手了后开始演讲，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美国来做海上封锁，马杜罗讲已经和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做电话会谈，认为讲美国的行动违反国际法、自由贸易和航行的自由权，委内瑞拉会坚持继续做自由贸易。Un gobierno títere que no duraría ni 47 horas, que llegue a entregarle la Constitución.La soberanía y toda la riqueza y convierta a Venezuela en una colonia. Sencillamente eso no va a pasar. Nunca, jamás. 川普伫当地16是以美国真济当前没收美国的石油资产做借口，宣布对出入美国的船只来进行封锁。17面对媒体的访问，表示袂何无应该通过船只出入。Just a blockad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going through that shouldn't be going through. You remember they took all of our.Energy rights. They took all of our oil from not that long ago, and we want it back. But they took it. They illegally took it. 因为美国最近伫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是对涉嫌运毒的船只发动小连续的攻击，到17为止已经造成至少99个人死亡，嘛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和法律专家质疑攻击行动的正当性。面对美国连续几天的打压，美国的国内嘛开始反美的示威潮。Porque todas las comunas tienen que pronunciarse ante estas amenazas violentas y que se creen los supremacistas dueños del mundo.Ellos son dueños de Venezuela. 目前阁无清楚美国是安怎来执行封锁，敢会动用到美国的海防防卫队来查船只。但是委内瑞拉驻联合国大使蒙卡达已经提交函文予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请求伫当地18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对美国无当过的侵略行动。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